大家平安。我的平平 I 平方分的 ln x 分互 n 减 s 乘 a。好，这条要安怎来简化做 Merry Christmas？ 好，真简单。但先我先甲 I 平方刷位倒边，好，所以变做是 I 平方乘 y 的平平 ln x 分互 n 减 s 乘 a。好，这个时阵，什么是 ln？ln 其实就是 log 1来做底，好，所以我就改写做是 log 1来做底。刷来就是这个对数要安怎变做是指数吼？对数变指数真简单，就是 log 底数的部分，伊的 r 平方 y 的乘方就等于真数的部分，所以变做是伊的 r 平方 y 乘方平平 x 分互 n 减 s 乘 a。好，就变安尼。好，到这了就足简单，两边拢乘 n， 变做是 n 去乘以 r 平方乘 y 这个乘方的平平 x 减 nsa。好，刷来，这个 r 平方就是 r 去乘 r， 所以我写做是两个 r。好 ，y 的平平 x 来减这个 nsa， 好，我就甲它写做是 nas， 好，顺序对我无影响嘛。好，所以 Merry Christmas 结束。